音樂就好似一雙睇唔到嘅翅膀，可以帶我哋飛到更大嘅世界，都可以帶我哋回到內心深處。我又彈錯咗呢首歌啦！我根本就學唔識呢首歌。係學習嘅朋友，所以唔好放棄。嚟啊，我哋一齊彈啦！音樂唔單止係旋律，更是一種力量，幫助我哋發現自己嘅才能同埋價值。嚟啦，我一齊參加啦！我真係可以咩？我又何嘗唔想成為一個偉大嘅音樂家呢？仲有每個音符都有佢自己嘅位置，好似每個人咁樣不可或缺嘅。學會欣賞，學會感恩，讓音樂豐富生命。